台湾科学教育馆甲企业也个民间团体合作，伫馆内规划半导体展览，设计真侪好耍的装置，也有模拟晶片的制作过程，带囡仔透过佚佗来学习，用上介简单的方式理解复杂的知识。用汤匙仔甲叶仔做通电的媒介，通电了后，装置开始运作，互细汉的查某囡仔欢喜到拍破啊！这个看起来亲像实验室的所在，是台湾科学教育馆为着普及半导体知识规划的半导体未来馆，去年7月才拄开幕。安装侪民众会当动手做的机械设备。伫咧科教馆做志工的退休老师认为，科教馆的活动是重视动手做、动手算，透过实际去做的方式来解说复杂的知识。参观的民众是认为，虽然是科学的内容，但展览的设计，互囡仔嘛会当简单来理解背后的原理。咱最主要是讲，除了伊会知影了，伊也要做。做的中间，你用有一寡物件呢，咱叫做做中学嘛，咱不容许的讲。有初步的认识，知道这个怎么样运作的，背后的原理这样，引起小朋友的兴趣。除了展览之外，科教馆讲半导体对台湾有重要的意义。为着产业的永续发展，培养未来的人才就真重要。因认为科学普及是培养人才的头一步，所以因嘛甲企业民团合作，伫咧今仔日成立半导体科学普及教育联盟。因利用塑胶的贴仔做教具，目标是互小学生嘛会当简单理解晶片的制成。它的目标呢，就是让小学生也可以了解最基本的这个晶片的制成，就是材料工程这个词，可能很多人是不太了解的。所以我们如何用非常简单的乐高积木，就可以让孩子理解晶片的制造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。科教馆表示，面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变化，台湾需要更加多元的人才。这单位做伙想办法，互这知识来简单化，就是希望会当刺激囡仔对这个产业的兴趣，互台湾半导体产业通长久发展。记者王考山、柯明在台北报道。